有了，我觉得他会的，因为我有跟他讲嘛，中国人，因为他们会好像脚很难走，跟手会好像有点凹起来啊，就是会什么的嘛。我在想，诶，这个有诶，这个我就跟他讲，这个中国人用了过后啊，手会开始会松掉，脚会比较松，所以变成你会走路全部都会比较顺的。我刚讲的，他应该会很快就联系你们了的。我 OK 啊，很好啊，就是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抽筋啊什麼啊都沒有了哦，所以我覺得很好啊。我個眼呢個我同你講真係啊，我眼 before 我唔用呢架嘢時，我眼皮成日跳啊，跳到我都驚啊，走去睇醫生啊，眼科就俾我眼藥水滴滴滴，佢就滴開佢都係少啲跳啦，跳少啲冇跳到咁緊要啦，冇眨眼就唔跳啦，如果你眨眼你一開眼佢就跳啦，我用下我眼皮冇跳咗咧。佢有消腹嗰啲神經線，因為我睇眼科啊，嗰個醫生講我神經影響到我神經線，因為眼乾太乾咗影響神經線，所以呢幾日眼皮冇跳咗，我都冇滴眼藥水，我都忘記叫我2個小時滴一次，邊度得閒啊？有時記得咪滴咯，唔記得都冇滴。都 OK，尋日都冇叫我滴眼藥水瞓覺蒙蒙嘅，我都忘記咗，你2晚都冇滴，都係 OK 嘅，冇斬咧，係好好啊，真係好好。